台糖长荣酒店2022年推出惊奇创意的异想魔炫巧克力礼盒，食材严选在地农产品，包含豆腐乳、黑蒜头、乌梅等，跳脱传统巧克力的印象，获得许多消费者的喜爱与回购。台南台糖长荣酒店这次更首度与台盐公司合作，创新研发盐曲口味的巧克力，甜甜咸咸的滋味，让人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。带一点点咸味，然后来把那个甜味稍微把它取代掉一点点。对，所以它的我运用那个咸味，会让你的那个甜度降低。我们这次是首次跟台盐合作。那台盐呢，目前推出的这个盐曲产品呢，是最热门的。那盐曲在日本以前古代呢就已经有了，而且盐曲呢就跟日本的味噌一样，其实对人体是很有帮助的，对人体是有益的。那我们推出了这个巧克力呢，主要我们希望说，女孩子最喜欢的巧克力，吃起来健康养生又没有负担。尤其现在社会我们都在走 ESG， 我们希望我们推出的产品是符合健康养生的。这一块我们希望说，我们推出的巧克力用松露带出了它的质感，用玫瑰带出了它的芬芳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使用了这个我们新的盐曲巧克力，可以吃得养生健康又没有负担。异想魔炫巧克力礼盒，甜咸巧礼，甜咸完美融合的回甘滋味，让不少饕客美食家惊艳不已。相信一定能在这波母亲节冲出不少的订单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